琴日有一個朋友咧同我講，指定要中山火炬開發區博愛路嘅呢一個澳豐天宇嘅樓盤，咁我就問佢點解啦，佢係咁樣答翻我嘅。首先第一個咧就係呢一個樓盤咧，佢做到非常之靚啊，成個小區園林咧好似一個公園咁樣，仲有小橋流水，每日咧都仲有雀仔喺度叫啊。然後咧就係佢嘅樓盤嘅外立面咧，亦都係非常之精緻同埋美觀啊，全部咧都係採用翻呢一個玻璃面嘅。開發商咧係澳門全資開發嘅，零風險，超級穩陣啊！用翻嘅又係5星級嘅雅居樂物業喎，管理方面咧亦都會非常之好啊！平時見到啲阿姨咧，佢都會同你打招呼，所以買呢一種現樓嘅樓盤咧，係俾到我哋最安心嘅。第二個咧就係呢度係由洋房同別墅一齊組成嘅，成個屋苑睇起身咧就好似錯落有致咁樣，又圍繞住呢一個小橋流水，真係非常之有意思啊！呢一度嘅別墅咧，最普通嘅一套都要700萬起步啊！所以住喺我哋呢一度嘅業主鄰居朋友之間都會互相尊重，鄰里關係亦都可以維持到好好啊！第三個咧就係佢話住喺呢一度嘅配套咧係真係非常之方便㗎，門口就係呢一個博愛路主幹道咯喎，5分鐘你可以去勻晒中山主城區嘅所有地方，東區、西區、南區咧都可以輕鬆去到嘅，而且周圍嘅商場咧亦都係講緊5至8分鐘就可以去到啦。呢一個富日城啦、假日廣場、萬象匯，包括遠洋嘅大順啦，對面咧仲有一個中山最大嘅博覽中心啦，坐翻18蚊嘅深中巴士，你就可以去到深圳，駁翻幾個地鐵站咧就可以過關香港啦。仲有38蚊嘅一個巴士咧，直接去到福田口岸，然之後落車咧就步行過關噶啦。佢話咁樣嘅交通方式咧，仲會快過佢去坐呢一個直通巴士，而且費用咧非常之低啊。第四個就嚟到我哋最關心嘅問題啦，單價11000蚊就可以攞低呢一度嘅精裝單位啦，而且全新加推11棟加樓標準，亦都係全線升級晒啊！全屋咧都係用翻世界500強嘅美的冷氣啦，連家電啊都幫你慳翻晒啊！廚房嘅3件套咧，亦都係用翻一線品牌噶，就好似我哋而家睇緊嘅呢一套咧，就係89方嘅細3房單位啦。Total 講緊90零萬，仲可以15萬上會，月供講緊咧都係3000零蚊咋，咁筍嘅價錢上車，咁樣品質嘅精裝單位，完全可以要求單車變摩托啊！除咗呢一個細3房嘅單位咧，我哋仲有120平方嘅南北對流大4房，同埋我哋樓王嗰邊直望泳池景觀嘅173平大平層單位啊！聽晒呢一個朋友咁樣解釋之後，我終於都可以明白晒啦。如果你都想好似呢位朋友不想買樓唔想買錯嘅話咧，歡迎喺評論區